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窺探 channel。呢一集咧，同大家分享一單關於一位的士司機咧濫收車資喎，咁啊呢啲黑的嘅行為啦。咁啊一般嚟講咧，我哋都以為係最多咧就罰下停牌啊、罰錢咁樣，但係呢單咧有啲分別啦。直頭呢個司機咧被法官重判啊，要直接坐監坐62日喎。咁究竟內情係點咧？當中發生咩事咧？咁喺法庭入邊有啲咩求情啊？點解會導致到而家咁樣要直接坐監咧？呢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啦。咁啊，大家各位無論係司機嘅行家啦，係嘛，各位乘客啦，各位老友記，對於呢單嘢咧點睇咧？歡迎留言咧，多多討論啦。咁係應唔應該咧？啱定唔啱咧？咁啊，算唔算係重判咧？留言傾下偈啦。同埋，如果行有餘力嘅話咧，大力支持小弟，撳個訂閱，撳埋當當，咁就掂啦。咁啊，言歸正傳啦，就講翻呢單 case 啊，就係啦，有個的士司機咧就話被告濫收車資啊，咁啊而家咧就要坐監咯喎。咁啊，究竟發生乜嘢事咧？咁啊源於咧就話有位44歲嘅的士司機啦，咁啊佢喺舊年咧就因為濫收車資，咁啊要判刑噶啦，咁啊都要坐監嗰次，咁但係嗰次緩刑嘅啫。咁啊但係咧緩刑期間啊，原來啊佢再度同內地嘅旅客咧濫收車資啦，同埋咧喺行駛期間冇展示的士司機證啦等等啊，咁啊3項控罪嘅。咁佢本月初咧就喺開審前咧改認罪，即係本身唔認罪噶啦，咁還押到星期一啦，即係今個月20號啊，咁喺東區裁判法院咧被判監62日啦，要坐添啊，真係唔係講笑啊，唔係就係罰錢停牌咁簡單。咁當然啦，除咗坐監之外，佢呢一鑊咧都要停牌噶啦，咁啊12個月啦，停的士牌照12個月，同埋罰款1200蚊。咁啊暫委裁判官啊許其峰就話咧，咁啊被告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咧被判處呢個緩刑噶啦，佢立咧佢因為上次咧被判緩刑當日啊，因為父親咧身故咧而未能理解緩刑嘅意思喎，即係嗰陣時咧佢老豆死咗，咁咧就唔理解緩刑嘅意思啦，咁啊法官就拒絕接納呢個咁嘅理由嘅，咁咧就批評啊被告咧相隔4個月咧就再干犯同類嘅罪行啦，無法無天啊，明知故犯咁樣，咁啊浪費法庭給予嘅機會，知不悔改啦，咁就所以咧法庭就需要判處呢個阻嚇性嘅刑罰喎，咁就話咧如果的士司機啊，就希望傳達呢個信息就係話咧，如果的士司機啊濫收車資啊咁啊等等嘅做一啲黑的嘅行為咧，就要負上嚴重嘅後果。喂，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佢屢犯啦，犯咗2鑊啦，4個月之內即係濫收車資啦，咁即係呢鑊唔得啦，要坐啦，喺緩刑期間再犯就咁啊庭內嘅環境係點嘅咧？各位老友記就係話咁啊被告啊咁啊姓鄺嘅，咁咧佢就喺庭入邊咧就唔設呢個被告欄啦，咁佢就帶住鐵鏈咧上庭噶啦，咁啊本月喺今個月6號嘅案件開審之前咧認罪啦，咁啊即日還押噶啦，等翻呢個背景報告啦。咁星期一宣判嗰陣時咧就唔設犯人欄啦，咁啊帶咗手扣嘅，咁啊呢位的士司機，咁啊經法庭嘅正門入去啦，咁就嗰位話着咩衫嗰啲又唔講啦，係咪嗰啲外觀啊嗰啲？咁啊，佢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咧，佢辯方啊，即係呢位的士司機嘅辯護律師咧，佢有啲乜嘢理由咧？咁啊，佢就話就話咧，被告就真誠反省啦，非常後悔啦，佢亦都唔會再任職的士司機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對呢個行業咧，經常咧會觸犯交通條例嘅，同埋咧同乘客有衝突，所以咧，佢都話算啦。既然係咁，有時候話會犯規啊，又或者同乘客有衝突啦，咁所以咧佢都唔做噶啦。咁呢個係佢嘅求情理由嚟嘅。咁啊，辯方亦都引述咧關於呢個被告嘅背景報告啊，鄺生咧佢就話咧其實咧佢犯案咧係出於乜嘢咧？出於經濟，捉襟見肘，起咗貪念啦。因為咧要支付前妻嘅贍養費啊，同埋咧又要負擔阿仔嘅書簿費啦，同埋而家妻子咧亦都要接受精神治療喎，好多唔同嘅因素啦。咁呢啲求情理由啦，咁辯方重申啦。咁佢之前咧因為另外一單濫收車資案而被判緩刑啊，嗰陣時係都要坐監，但緩刑即係話守行為啦，係嘛？咁佢係初犯嘅，咁過往亦都冇犯過濫收車資嘅記錄啦，又或者係唔提供收據啊，又或者係冇出示行車證嘅。唯獨是係判刑當日咧，佢即係呢位的士司機嘅爸爸咧死咗，身故咗啦，仙遊咗啦，咁咧就情緒當日咧就有啲波動，所以就唔理解嗰陣時緩刑嘅意思。咁辯方都話咧，知道咧再判緩刑就有困難喎，咁希望咧可以即係考慮上次判刑嘅長度啦，咁就都認咗衰仔啦。翻查報道咧，辯方之前嘅求情理由就係話佢老豆
走咗，誤解咗緩刑嘅意思啦。咁官就唔接納呢個意思啦，咁就話即係唔會接納佢話誤解緩刑令嘅意思咁樣。咁總之而家咧隔咗4個月再發案喎，目無法紀喎。暫委裁判官啊許其峰就話咧，被告原來咧佢有5項案底噶咯喎。咁最近一單咧喺24年8月6號先判刑啊，一樣啦，個原因就係都係因為濫收車資啦，冇掃過的士證，真係要坐監坐14日嘅，緩刑14個月啦。咁當時就罰1000蚊。2013年咧，佢都係因為其他控罪咧都被判處過緩刑嘅。裁判官指出啊，被告上次接受緩刑嘅期間咧，裁判官已經解釋咗究竟緩刑係咩意思啦，所以就唔接納佢話唔理解緩刑嘅講法。同埋佢話距離上一單嘅濫收車資案啦，只係相隔4個月啫喎，批評呢個姓鄺嘅被告啊，目無法紀，明知故犯，浪費法庭時間啦，明顯不知悔改。法官就話啦，的士咧係為市民大眾啦、訪港旅客提供呢個常用嘅交通工具之一，質素咧經常引起市民關注嘅。尤其是係濫收車資啊，喺啲熱門嘅旅客地點咧，經常有發生啦。法官就話咧，損害到旅客嘅利益啦，亦都削弱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嘅聲譽，影響大眾對的士業界嘅信任啦。所以咧，就要判處呢個阻嚇性嘅刑罰啦，嚟同各位的士司機咧傳達呢個信息，就係話咧，干犯呢個罪行係要承擔嚴重嘅後果嘅。另外，法官都考慮到咧高等法院嘅呢個黃華惠案同埋葉錦華案啦，兩單 case 咧都係濫收車資嘅個案嚟嘅。有一單咧，第一單就收多就247蚊，後者咧即係葉錦華案咧就收161蚊，收多咗。咁所以話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。呢個濫收車資利用旅客人生路不熟呢個弱點咧嚟宰割佢哋啦，公然漠視法紀啦。佢就表示法庭並非出手無策嘅，咁所以咧就要判處阻嚇性嘅刑罰啦。點解最終會62日咧？法官都有講過，就係話由於被告咧喺開審當日先認罪啦，咁所以咧淨係可以俾1/5嘅刑期扣減啦。就住冇所有的士證喺的士證件架上面啦，量刑起點就罰款1500蚊啦，認罪後罰1200啦。拒絕俾的士收據啦，同埋濫收車資咧，兩個量刑起點咧分別係60日嘅，咁就認罪咗之後咧，分別減到去48日。量刑考慮整體性啦，同埋咧部分刑期咧係同期執行嘅。咁所以咧呢單案咧就考慮咧要坐48日噶啦。咁48日啫喎，62日點嚟咧？咁原來咧就係話，至於因為佢喺緩刑期間咧，之前已經有一單案嘅啦嘛，孭咗一身嘅啦嘛。咁就嗰陣時咧就維持呢個原判就14日啦，緩刑1年啦。咁就而家咧最後呢個刑期嘅個案咧就係部分個案分期執行啊。總之咧兩單案啊，總共嗰個判監咧加埋噼里啪啦就62日，停牌12個月喎。哇，咁樣。聽完呢單 case 啊，各位司機大佬咧真係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啲識嗰部分嘅行家，有啲唔係幾良好嘅手法去做生意啊，濫收車資啊，又冇掃的士證嗰啲咧，就真係要小心啲啦，提醒下啲行家啦，唔好亂嚟啦，因為呢鑊咧真係要坐監噶啦，而家坐成2個月啊！你諗下，你坐2個月，你濫收車資攬得幾多啫？你收到100幾十係嘛？咁你計下你條數，你2個月冇得開工，嗰度起碼賺少3-4皮啦，當你保守估計，咁即係你損失咗3-4皮喎，咁你邊度直博啊？係嘛？唔抵博啦，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做呢啲嘢啦。呢個案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如果有咩意見咧，一定要喺下面留言度講下。對於呢啲黑的嘅行為究竟呢個法官係咪判得太重咧？係咪應該都俾多次機會呢位姓鄺嘅司機咧？分享下你嘅意見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俾個 like 啦。行到餘力嘅話咧，訂閱埋小弟，撳埋個當當就掂晒啦。好，暫時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